那个你跟着乐园走，然后来往这边。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患祸，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我们即将今天的敬拜，请大家我们做一个预备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求你帮助我们安静现在的心灵，面对心中的烦恼，摒除心中的好恶，只为此时可以更新自己来敬拜你。愿你洗净我们身上的罪，赐福我们，用你无私的爱仰脸光照我们，使我们心里快乐，在家庭、在工作、在各处都能够夸耀你的名。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一起翻开心灵良诗选第21首，来做诗歌敬拜。神啊，我要赞美你。神啊，我要赞美你。
站立，用使徒行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全能的父，我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就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接下来我们请翻开圣经来做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105篇1至6节、16至22节以及45节最后一句。在圣经教会圣经631页，教会圣经记631页。那等一下由诗会这边念每一节的上半句哦，那请诗会会众应下半句。那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105篇第1节到第6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要向他唱诗歌颂，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接下来是第16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人用脚镣伤他的脚。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王打发人把他解开，立他做王家之主，使他随意捆绑他的承载。再是45节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接下来是公祷，大家可以参考周报第3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高雄荣光堂的兄弟姐妹在此为着世界各国来做祷告，求耶和华赐给在疫情中、灾害中受苦的国家与家庭，都能够见证上帝奇妙的公义与其恩典。也为着台湾卫理公会北一区教会林口堂来做祷告。曾以乐牧师在当地传扬福音，可以更加得人，奉献充足，传道同工身心都健康。也为着即将来到的高雄市长补选来祷告，求上帝预备的人选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能力来领导高雄的市政。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现在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这一段祷告。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是经课，我们请蔡绵绵姐妹来为我们读经。今天经课在创世纪及罗马书。今天的经课在教会圣经第37页，创世纪37章第1到第4节，由我来为大家攻读。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记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接下来12到28节，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眼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吕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吕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兄弟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舍客勒银，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接下来，罗马书10章5到15节，在教会圣经173页。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以上是上帝的话语。
接下来献诗，社青小组以及学青要献唱一首《阿爸厝互你听》。我有记得我细汉时，你的影影伫厝内面，有一种平安幸福苦山的滋味。虽然你话讲无真济，但是你甲是我一切，听我亲像宝贝。我拢藏伫心内底，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年头毛渐渐白起，藏伫我心内底的话，我一定要讲予你。亲爱的阿爸，我不知要讲啥，心内底有真多感谢。我用一首歌要大声唱予你听，亲爱的阿爸，亲像天顶的阿爸，时常看顾我点点的引带，祝福你嘛有天要听。细汉时，你的形影伫厝内面，有一种平安幸福苦山的滋味。虽然你话讲无真济，但是你甲是我一切，听我亲像宝贝，我拢藏伫心内底，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头毛渐渐白起，藏伫我心内的话，我一定要讲予你。亲爱的阿爸，我不知要讲啥，心内底有真多感谢。我用一首歌要大声唱予你听。
谢谢我们的这些青少年哈，他们是我们教会未来的希望，所以请大家继续为他们祷告。然后我要特别介绍有2位，他们的辅导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几乎一样了啊。我们的那个若云姐妹还有阿才兄，来，请你们到台前来好吗？我们的社青他们已经有属灵的父母亲了啊，我们的属灵父母，请到前面来一下哈。好，这个是转向大家。好，我们的这个传财兄，还有我们的若云姐，他们从加拿大来这边。虽然有一些事情我们无法理解，因为疫情的影响，他们回不去加拿大，但是他们留在这里，就照顾了我们的社青，照顾了我们当中的这些的年轻人。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上帝帮助，让他们能够继续在这里，能够帮助我们的年轻人，还有他们的这个老丈人哈，这个我们的郭波波，没有郭波波就没有这么好的女婿，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女儿可以来帮助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一起为他们的家庭来献上感谢，谢谢他们在我们当中的服侍啊，谢谢，谢谢。好，请回座，谢谢。接下来是读经，有诗会来为各位攻读。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127篇及128篇，教会圣经的657页。诗篇第127篇、128篇，教会圣经第657页。诗篇第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再来是诗篇第128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的人，便为有福。你们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是今天的经文。接下来是献诗，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以及诗班要献唱一首《你的手永远比我大》。
吃爸爸的意大利面。爸爸会带我骑骑脚踏车，每天早上都给我爸爸还有宵夜。我爸爸很爱泡咖啡，也很爱养鱼，也很喜欢看电视。爸爸最会唱歌，爸爸最会种花，爸爸最会画画，爸爸最爱滑手机和睡觉，爸爸最会打鼓，爸爸的力气没那么小。我要买冰棒给爸爸吃。没钱买哦。妈妈每天也，爸爸也每天也一直把我抱去床上，一直给我搔痒和舔我。爸爸都会带我们去游泳池。爸爸都会带我去公园玩。爸爸最会带我去运动。我爸爸最会钓鱼和给我口水。我爸爸最会做运动。爸爸会陪我们玩，然后晚上还会帮我们抓背，还会让我们打电动。
接下来是正道，今天是学员传道会的刘立群传道来为我们讲道，题目是建立属神的家庭。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贵教会的邀请，今天可以来到这个教会呢，看到这么健康而且属神的一个教会，看见许多的儿童、青少年都被上帝的话语所被建造起来。而我们今天呢，也是要谈一个主题，跟我们相当有关系的，就是家庭。我们要怎么样来建造一个属神的家庭？所以，若是你手上有圣经呢，我要邀请你继续翻开到诗篇的第127篇跟128篇。让我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刘立群，那我是学员传道会第20年的同工。那我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加入这个机构叫学员传道会，那持续在各个大学里面向年轻人来传福音。我现在呢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我还是拥有一个想要传福音的心志。那现在呢，我更专注的是在建造各个家庭跟教会，还有下一代的年轻人。那这是我的家庭，那我有3个小孩，老大11岁，快要12岁，老二9岁，老三6岁，还有一个太太呢，就不告诉你几岁，这样看起来像18岁。那中间的照片呢，是我去年从神学院毕业，我到这个美国的达拉斯读了这个基督教的教育跟基督教的领导，那也将全家都带到那边去，开始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之旅。那全家呢一起在美国探险。然后呢，也一起来接受这个神学的教育。而这4年来说呢，对我最重要的就是学到不只是希腊文、希伯来文以及怎么样解释圣经，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忙碌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建造属神的家庭并且呢，在4年结束过后呢，我现在最大的一个使命就是帮助各地的教会各地的家庭呢，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被建造起来。所以我希望说，在今天的分享里面呢，也可以从神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各位，怎么样来建造一个属于神的一个家庭。我很喜欢这一个演员，他叫 Michael J. Fox， 他说 "Family is not an important thing， 它是 everything。" 在家庭这件事情上面呢，它不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它甚至是我们的所有的关注的焦点。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的家庭有出现一些的状况的话，你就会发觉说，你整个人浑身不自在，希望能够赶快解决这些事。因为对我们所最亲爱的家人，对我们自己来说呢，家庭就是我们的所有。而在诗篇第127篇跟128篇这2篇诗篇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同一篇，因为这2篇呢都在强调神在家庭当中的祝福。而我们的院长呢 Charles Swindoll 斯温道他说呢，这2篇诗呢描绘了一个家庭的进展。当一个家庭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是怎么样子？有了孩子之后，并且孩子成长，神会带来的祝福。127篇的第1节到第2节呢，讲到一个家庭的开始；第3节到第5节呢，讲到家庭的拓展；第128篇的1到3节呢，讲到家庭的成长；最后讲到一个家庭的回馈。让我们一点一点来看诗篇的第127篇跟128篇。一开始呢，我们看见家庭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第1节到第2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在这里呢，你看见有很多重复的字，对吗？诗篇127篇第1节到第2节，很多重复。他重复到若不是，他重复到耶和华，他重复到建造跟看守，重复枉然。所以如果我把所有重复的字挑起来合成一句话的话，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看守，就枉然。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看守你的家庭，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看守你的生命、你的儿女、你的后代，就会是枉然的。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呢，你们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就是你做了很大的努力，结果最后呢却一事无成的感觉。那因为我们家有3个小孩所以呢，而且这刚刚看到呢，在座呢家庭呢也有很多的小孩。如果你家里呢有小孩的，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呢，就是你做了很辛苦的做了一个晚餐出来呢，就啪的就打翻了这样，然后呢就要再做一次，不止再做一次呢，还要把它收拾。那因为我很喜欢煮饭呢，所以我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打翻的是炸猪排的话，那还比较好收拾，扫一扫就好了。如果打翻的是麻婆豆腐那就比较麻烦了，整个家里都是那个味道，然后你要扫地拖地但是呢，我们总是会有遇到过这样的经验，你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没有上帝的看守，整个家庭呢却变成是枉然的。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一个小小的一道菜，很快就可以收拾好。如果你建造家庭没有以耶和华为重心的话，你努力在家里10年、20年，最后发生外遇，前面所做的却是枉然的。所以我要鼓励各位，是在建造家庭的最先决的条件，就是你要把生活中的一切交在神的手中。但是这段经文却没有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由耶和华来建造看守。有一本书呢，叫做《Hope for the Prodigals》，这个浪子的盼望。他说到其中有6点，作者我也很同意他的观点呢。作者写了6点，什么叫做由耶和华来建造看守？那我没有办法一一细说，但是我就把它列出来。什么叫做由耶和华来建造看守呢？第一个，我们个人要降服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常常检视我们自己是不是由耶和华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还是我自己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降服耶稣基督为主为 master。第二个呢，是你要降服圣灵每日的带领，活泼新鲜的带领，他今天引导你怎么样去建造家庭，你顺服在当中。第三个，生活以圣经为根基，祷告来寻求神的智慧。前3点呢，有点像是讲到我们自己个人怎么样来建造，怎么样降服在耶和华的这个手中。而后面3点呢，是讲到团体的部分，就是你要委身于神的家，也就是教会。在教会里面呢，有许许多多有智慧的长者，你就遵循并且寻求咨询他们的意见，智慧长者的意见。如果你有小孩的，第6点也提醒我们说，要帮助孩子们找到敬畏神的朋友。就像刚刚的这些诗班还有这个孩子们献上的诗歌一样，我们可以在团队当中呢来建造神的家，建造我们自己个人的家。这就叫做以耶和华为主，由耶和华来建造看守你的家庭。所以在这段经文呢，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我想我们都不希望过一个枉然的生活，所以让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而在一个家庭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呢，你就发觉说神提醒我们是要以神为中心，夫妇呢不要各自忙碌于工作当中，却忽略了与神的关系。第2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这里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以工作为我们的中心呢，却没有以耶和华来建立你的家庭，那会是枉然的。所以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神给年轻夫妇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只是忙碌在我们个人的前程工作当中，而是我们必须要看见耶和华在我们家庭里面怎么样去带领。那到底夫妇呢，我们要怎么样来以耶和华为我们生活的重心呢？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结婚的所以呢，现在也已经满16年了。那一开始我结婚的时候呢，我的辅导就提醒我，做丈夫的你就要好好的带领你的家庭。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来带领我的家庭？那最重要的，家里呢就只有另外一个人嘛。另外一个人呢，那我们就好好一起来读圣经好了。身为丈夫呢，那我就要解释圣经给我的太太听，这样。所以结婚的第1个月呢，我就跟我太太说了老婆我们一起来晚上一起读圣经呢，有所谓的家庭祭坛。
所以我就选了一卷书呢。我想我要选哪一卷书呢？会比较有趣，然后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读圣经。那我就选了以赛亚书这样，66章非常非常多，可以慢慢的解释这样。那时候我犯了一个错呢，就是我用我神学院老师教我的方法呢，就是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纵览嘛，对不对？所以呢，第一天晚上呢，我们就把以赛亚书呢好好的看一遍，从第1章讲到第66章这样。所以呢，讲到第39章的时候呢，我太太就睡着了。那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虽然呢我们可以在家一起读圣经，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小心不要落入律法主义，好像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你才是在建造家庭。不一定是如此。所以呢，我在结婚的这16年之后呢，我发觉说，我夫妇要怎么样来一起与这个夫妇关系要怎么样由耶和华来建造呢？我就提出其中的3点这样。好，我觉得这个 PowerPoint 有点跑掉，但是也蛮有趣的，那个标题变得非常的大这样。好，第1点呢，就是要由他来建造你们个人。夫妇呢，要各自连结于神，与神建立好的关系。假设说呢，丈夫呢，这个解释以赛亚书66章解释得很精彩，但是这个妻子呢，却没有时间好好去与神建立关系，那我觉得还是有所缺乏。所以夫妇2个都要各自连结于神，与神建立好的关系，由神来修剪我们个人的生命。我现在呢，在做很多的婚姻辅导，我发现呢，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太太很热心的在服侍上帝，但是先生呢，只是很热心的在打球跟玩手机，并没有一起跟神建立关系，所以呢，整个家庭呢，好像只有偏重一方。需要2方面呢，都好好的来面对神，由神来修剪我们个人的生命。夫妇2个都要各自连结于神。第2点，要由神来建造夫妇的未来。年轻的时候呢，你就需要来寻求，到底这个家庭的共同人生使命是什么？如果今天呢，你问你周遭的家庭，你们的共同人生使命，这个家庭他想要完成的是什么事情？能不能回答得出来？或是你能不能听见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有一个重要的人生使命？或许你的人生使命是要建造青少年，或者是要建造儿童主日学，这都是非常好的。也就是你们的夫妇有一个共同想要依靠神完成的事情。我跟我的太太呢，我们的共同人生使命呢，就是要使失丧者跟随基督，不只是将他们引到神的国度当中而已，而且要继续建造他们，使他们能够一步一步跟随耶稣基督的心。所以也许下次跟你的太太跟你的丈夫约会的时候，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到底你们共同的人生使命是什么。若是没有人生使命，很有可能我们就是忙碌再忙碌，把孩子养大，结果呢，不知道我们这一个家庭要往哪一个方向去。第3个，就是要由他来建造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要看重彼此。既然耶和华来建造房屋，他最爱你们每一个个体，所以夫妇呢，更是要看重彼此之间的关系，紧紧的连结。就像在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所以夫妇能不能在基督里紧紧连结，是建造未来家庭的一个重要关键。我在神学院里面所修的呢是family ministry，就是家庭的事工。所以呢，我的这个教授呢就给我们很多的关于家庭相关的作业，10几个作业里面呢，其实你只要挑其中3个做就好了。我就看了我教授的 list 上面呢，第一个作业就是你要每周跟太太约会这样。每周找时间跟太太约会我说太好了，这个很简单嘛，对不对？又不用查圣经，又不用去图书馆查资料，只要每周跟太太约会，所以我就选这一点，觉得它应该是很简单可以完成的事情。结果呢，我发现这一点都不简单。每周要跟太太约会，表示你要首先安置孩子，而且你要发挥创意，要去哪里约会？你不能每周都去麦当劳嘛，对不对？而且你要想清楚你每周跟太太约会，你要跟她聊什么？你不能聊你手机的东西不能聊一些好像很常讲到的话题，所以每周呢都要想一些新鲜的话题跟太太分享。没想到这一个作业呢，改变了我们的整个家庭的这个作息，建立这个习惯。
在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呢，我们到现在还是维持每周有约会的时间。上帝也透过这个过程呢，来改善我这个做丈夫的一些习惯。我发现呢，在每周跟太太约会的过程当中呢，就上帝提醒我一件事情他应该说让我看见我自己的一个弱点，就是我不太会倾听，我不太会听别人讲话，不太会听太太讲话。常常他讲到一半呢，我就已经想好我要回答他什么这样。各位在座的弟兄，你知道我们男人有一个3个主要的谎言在告诉我们这样。第一个呢，就是我很会开车这样；第二个呢，就是我很会倾听；第3个呢，就是我是一个好爸爸。这常常在我们常常在告诉我们自己，但是呢，我们却不是真的是如此这样。所以呢，当我在跟我太太约会的时候呢，我太太讲话讲到一半，我就想到我要怎么样去回应她，好像要解决她的问题。但是我后来学到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呢，就是倾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回应，是为了要了解。倾听的目的是为了要了解，不是要回应。我们一起说，倾听的目的是为了要了解，不是为了要回应。特别对弟兄来说呢，我们很容易想要解决问题，所以当我们倾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总是要回应，却忘了要了解。当我练习了好好的倾听我太太讲话，我太太很喜欢讲话，她是一个 I 型的人，很喜欢讲话这样，讲，什么都可以讲啊。这个从小时候她看什么漫画，看什么节目，看《三国演义》，看什么，全部都在那个约会过程当中呢，不断的跟我分享啊。好，那我学习的就是要耐心的倾听她。当我学会这件事情之后呢，有一年的圣诞节，我收到让我一个非常感动的礼物，这样子。我今天有把它带来，我随时把它带在身上，这样子。我太太写了一张卡片给我，这张卡片呢叫做“爱你的100个理由”，这样子。你看这小小的卡片有什么好感动呢？其实它是这个样子。哇，我太太写了100个理由，她为什么爱我并且呢继续这个委身在这个家庭当中。我收到这一个圣诞礼物的时候呢，第一个问题呢，我就问她什么呢？你花了多少时间写这个东西啊？她说呢，你看每天写一个也要写3个多月，对不对？她真的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慢慢在生活里面来观察到底呢我的优点啊，她为什么继续委身在这一段这个夫妻关系当中，所以呢，他就在某一年的圣诞节送给我。所以在座的弟兄们，如果你要送这个礼物的话，现在就是你要开始做的时刻，然后慢慢的观察，慢慢的写下来，这样子才不会到12月24号的时候呢，你突然要跑去苹果商店买一个这个 iPad 送给他，这样，这是呢会让他感动一辈子的礼物。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你跟你的配偶紧紧相连吗？还是你是刚好住在一起的室友？在我读神学院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本书影响我很多。这本书好像也有中文翻译，它叫《Sacred Marriage》神圣的婚姻。这一个作者呢，他说 ：“What if God designed marriage to make us holy, then to make us happy？” 如果上帝设计婚姻，为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而不是只有使我们快乐而已。我想我们很多人进入婚姻呢，都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快乐的婚姻。但是婚姻当中的目的呢，却是要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更加的以神为中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以神为中心来建造家庭吗？如果是的话，你第一个会得到的祝福就是安然睡觉。就像第2节所说的，你们这个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如果你知道你的家庭有上帝在看守，你会有真实的安全感，睡得香甜。我觉得华人的父母亲呢，我们特别会忧虑，我们特别会担心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会担心孩子们将来的成就，会担心孩子的数学到底好不好，会担心他到底在学校里面的表现如何，会担心他的品格如何，常常晚上都睡不着觉。但是如果你是以基督为中心来建造你的家庭，上帝不会做错事情，他赐给你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他在建造跟看守的，由他来看管你的家庭。你们夫妇首先最重要的，个人跟这个另外一半紧紧连结，彼此相爱互助，我相信你的忧虑会少很多。待会的主日学里面呢，我还会再更多强调这一点。所以下一次约会的时候，你们可以常常会来讨论怎么样来面对困难，交托给神，将你们家庭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第2段我们看见的家庭的拓展，
第127篇第3节到第5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到儿女是我们的产业，儿女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要照管，我们要享受，我们要保护。如果你在座的各位呢，如果你有一个产业，你有一个土地，你有一个房子，你有一些票券，你一定会好好的去照管它。那在圣经里面呢，说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神所给我们的赏赐，好像说我们要珍惜，要保存，要感恩。我可以想到的一个画面呢，就好像我们在追剧，我们看那个古装剧哦，这个一个有功的臣子，皇上都会赏赐他什么？赏赐黄马褂一件，对不对？这好像表示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臣子，代表说皇上很重视你。如果这一个臣子呢收到黄马褂，他一定好好的把它保存起来，甚至把它挂起来，这样他会不会把它穿上黄马褂之后回到家之后，哦好热，然后就随便乱丢这样不会这样他一定是好好的保存，因为这是皇上的赏赐。那对于儿女来说，我们更是要极度的看重，因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赏赐。再说，如果你得到一件黄马褂，你会不会觉得好烦哦？这个皇上为什么要送给我一个黄马褂？我还要把它干洗，这样不能随便手洗嘛？对，起码要送去干洗，你会很珍惜这样。但是我常常听见这个父母亲，我现在在做一些亲子教育亲子的讲座他们会跟我抱怨呢，就是儿女让他们觉得很烦，没有办法珍惜跟看管。既然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赏赐，是产业，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去珍惜它，要去看管它。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去珍惜、看管神所赐的这一个产业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第一个要投资你的时间在孩子的身上。投资你的时间在孩子身上，那不只是你剩下的时间而已，不只是你这个好像忙碌了一天之后呢躺在床上只能剩下一只手跟孩子玩的那种时间，而是把你最宝贵的时间、最宝贵的精力投资在孩子的身上。我在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说课业会相当忙碌。我也听到一件很可怕的见证呢，就是神学院毕业之后呢，整个家庭也都被拆毁了。因为没有时间来陪伴家庭，所以呢，我就这个自己做了一些决定。那我决定呢，在我读书的过程当中，在我工作的过程当中，我每天晚上5点到9点我都不读书。每天晚上5点到9点呢，是孩子最重要的时间我也要保留好体力在这段时间呢，跟他们来互动。所以他们知道说呢，父亲呢是有留下时间给他们的甚至呢，他们知道说这段时间呢，他们可以对我提出一些要求陪他们玩他们知道说呢，爸爸不会待在书房里面，只是读书，完成他自己的事情，并且呢，礼拜6、礼拜天呢，也是留给家庭、留给教会的。所以他们知道说，他们可以跟父亲呢一起到教会里面去服侍，并且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第二个呢，你要投资你的精力在你的孩子身上。我跟我太太呢决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周不只是我们自己约会，我们也要花时间跟我们的孩子们约会。所以呢，我们就每周跟1个孩子约会这一周呢是我跟老大约会，下一周我跟我老2约会，然后我跟老3约会，然后再过来是妈妈跟老大约会，老2约会，老3约会。所以每6周呢，他们就会遇到同一个人。那他们可以实现3个愿望，他们可以告诉我说他们想要去哪里他们想要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一起跟父母亲有单独讨论分享的时间所以他们配得我们全力以赴，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赏赐跟产业。第3个呢，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常常思想怎么样跟他们建立关系，常常思想说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更有趣、更加的丰富。思想一个你可以做的实际行动，建立与儿女的关系，珍惜你的产业跟赏赐。不论你的儿女现在年纪多大多小，
我觉得跟他们约会时间呢，是你可以去设计，并且发挥你的创意，思想一个行动。也许他现在只有1岁，你还是可以跟他有个别约会的时间，并且把那些时间你们约会的过程呢，把它照相下来。我家儿子呢就非常喜欢看以前的照片，他们可以回忆再回忆曾经父亲跟母亲有把时间投资在他的身上。所以这里说，圣经里面接下来更让我们看见儿女是父母手中的剑。诗人好像用另外一个比喻来看儿女，儿女是父母手中的剑。在座的各位，你们有射箭的经验吗？那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射箭呢，你需要这个很强壮，而且需要很稳定啊。我小时候很憧憬罗宾汉我还自己做弓箭来射箭啊。到底儿女是父母手中的剑，它是什么意思呢？它至少有以下的这几个意思。儿女是父母手中的剑，表示他们可以保护家庭，他们可以带来满足。那你们有射箭射中靶心的那种满足感吗？他们需要被妥善的来预备，他们需要被准确的瞄准目标，他们需要被全力的射出。我们看见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赏赐，勇士手中的剑。少年所生的儿女呢，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人，变为有福。许多人呢强调说，我们手中要把这个箭射得好，要把它们射出去这样子。那我更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身为父母亲的我们是不是那一个勇士？我们是不是耶和华手中所锻炼起来的勇士？神呢，使用儿女锻炼我们成为勇士，成为未来能够把这个箭射得准、射得好的这个勇士。所以呢，在我做家庭婚姻事工里面呢，有一个信念，就是儿女呢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使你的生命更加成圣、更加完全。让我再说一次，你的儿女是耶和华所使用的工具，使你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完全，更加的成为圣洁。所以让你的儿女训练你可以成为勇士，好吗？我想每一个在座的父母亲呢，你可能都有那种经验，就是被儿女气到不行气到压起来这个好像快要这个整个人爆发，冲出家门那个过程这样。有一次呢，我这个压力很大，这个在学校里面读书的压力很大这样。那个时候呢，我的太太呢又生病，这个我需要照顾3个孩子，也要照顾我亲爱的太太这样。那一天呢，我煮出这个晚餐出来这样。3个孩子呢在那边这个玩游戏，然后叫不来但是呢，我还是使出我的河东狮吼，把他们都叫过来。这样叫过来之后呢，那个我的女儿呢，一个不小心呢，把这个她手上的汤匙掉在地上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好像是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就被压垮了。我就开始跟他大吼大叫说：“你为什么要把汤匙掉在地上？你不知道妈妈在生病，我很辛苦吗？你不知道我读书很多报告要写吗？你不知道菜煮出来快要凉了吗？你们不能好好坐在那里这个坐在那里吃饭吗？只是一个汤匙掉在地上，把它捡起来就好了嘛。对。但是呢，我那时候却被这件事情呢这个压得喘不过气来，好像整个人爆发一样。后来呢？我儿子就跑来跟我讲话这样。那天早上呢，我们读了圣经呢，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儿子呢就用这段圣经呢来告诉我，所以呢，跟儿女一起灵修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他可能会用圣经来指笑你，但是呢，这就是我所说的，神呢会使用儿女，使你的生命成为圣洁。所以后来呢，我就跟我的女儿道歉。说其实这只是一件小事，那我们一起好好的把这个饭吃完。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勇士吗？让我问你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如果今天呢，你去问你的儿女，他用3个形容词来形容你，他会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你呢？如果今天你回家之后问你的孩子，你觉得爸爸，你用3个形容词来形容我，那你会用什么形容？他会用易怒吗？他会用这个忙碌吗？他会用大声吗？会用挑剔吗？还是他会用爱？他会用倾听、饶恕、谦卑来形容你这个父亲或者这个母亲？
刚过昨天是一个父亲节，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庆祝父亲节。当然我们会去吃一个大餐。每一年的父亲节呢，我会问他们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我常常利用父亲节来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们觉得爸爸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然后花了时间呢，会对他们做个别的访问。你们觉得父亲需要有什么改变的地方？那我很惭愧的呢，我3个儿女呢给我的同样的答案，就是不要那么快生气，这样，不要那么快生气。我还请他们举例给我听，这样子，举例什么叫做快生气？哦，好，原来我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时候呢，我是在他们眼中是很快的生气的这样。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个人，让儿女，让耶和华上帝使用儿女，训练我们成为勇士。那既然儿女是勇士手中的剑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当然是越多越好，对不对？越多儿女呢，越能够保护家庭；越多儿女呢，越能够训练成为勇士。所以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了。我们家有3个孩子，这也是我们这个我很享受的一本书，同一个作者，他说 How Raising Children Shapes Our Souls。它里面所强调的呢，就是怎么样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来帮助我们成为圣洁。这是我们家的老大。其实我们家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是一个领养家庭。那这3个孩子呢，都是我们在不同时期进入到我们家庭当中。那老大呢，他是在出生3个月他就来在我们家庭里面。那我们那时候呢，这个多年前这个台湾的领养法还没有很健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领养小孩很简单，现在领养法比较健全了，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自己生孩子，所以呢，我们就走领养这条道路我们就填了表格，准备要开始领养了。没想到表格送出去不到1个月我们就收到电话。更可怕的是呢，我们礼拜2接到电话说，有一个孩子等着被领养你们这个礼拜5可不可以把他接回去这样子？所以我们只有3天的时间可以准备做父母亲。第1天很开心，第2天很紧张，第3天赶快去把东西买回来，然后我们就做父母了。但是呢，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2年之后呢，我问老大，他2岁你要不要一个妹妹他说好啊好啊，妹妹好吃吗？所以呢，我们就又填了一个表格，这次更刺激了。礼拜6接到电话，礼拜1就要把孩子接回来这样子老2呢是在他出生5天之后呢，我们就去医院直接把他带回我们家庭当中。2个孩子呢，这个每天在家庭我们有忙不完的事情我记得我现在不太记得那几年生活到底是什么，只记得我常常眼前就有很多的奶瓶每天就是在洗奶瓶。所以在那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享受教育孩子、养育孩子，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有力量射往未来的箭。过了几年之后呢，他们又觉得说应该要有下一个孩子了，而且他们看巧虎这种卡通巧虎的妹妹叫小花，他们就说我们的小花什么时候才会来这样子。所以呢，小花后来就来到我们家庭这样子。后来呢，因为领养法比较健全的呢，这个小花等了2年才到我们家庭当中，但她也是5个月大来到我们家庭里面的。那我们很享受跟孩子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他们都是领养的但是呢，他们就是我们把他们视如己出，而且他们也知道说自己是领养来的孩子。然后呢，他们现在呢又在有点像逼迫我们呢，到底小米就第4个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要去把它接回来这样子？对，我们现在正在考虑，我说我们在考虑这样子，我们在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吧，到底什么时候这样子？好，那他们说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要打电话给社工请他们来我们家里看看。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那你们有没有把房间收好总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强逼他们把家里收得干干净净。好总之呢，儿女是耶和华手中的工作，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呢，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所以我要鼓励在座的年轻的夫妇儿女呢，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喜乐跟满足。当然前提呢是你以耶和华为中心，以耶和华来建造你们的家庭。第3个，家庭的成长呢，诗篇第128篇第1节到第3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中，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环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好像跟上一段经文写的有点不一样。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接下来儿女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不是说儿女很多就一定会成为有福的人。诗篇的作者再次告诉我们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所以你可以继续工作，你可以继续养儿育女，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是要遵行耶和华的道，是有福的。所以要以敬畏耶和华的态度，继续的来建立家庭。即便儿女长大了，你仍然是要持续的来建造你的家庭，以耶和华为中心建造家庭。第二个，你花在儿女的身上的劳碌是一种福分，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的妻子，因为你们已经在过去的建造家庭的过程当中，建立了这个美好的习惯，彼此建立，互相的来帮助，并且一起连结于神，所以妻子会多结果子，最亲密的伴侣会是甜的，是这个在你内室的这个伴侣呢，会让你非常享受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你的儿女呢，会来环绕，这是你会有的祝福，和下一代的人际关系会是好的。我不是一个农夫我并没有种过葡萄树或是橄榄树这样子，我自己的专业呢也不是读农业的，但是我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农业的知识，就是我知道葡萄跟橄榄是两种不同的果子这样。所以呢，即使太太是葡萄树，你生出来的却是橄榄就是说下一代呢仍然有他自己要走的道路，下一代呢不一定会走你自己的道路当中。所以呢，他们虽然是橄榄树，他们虽然跟你不一样，但是只要你用耶和华的原则来建造家庭，我相信呢他们会来围绕你的桌子，他们会来享受在他们即使长大成为青少年成为成年人，他们仍然会享受在这一个家庭的关系当中。好，这个今天的时间不够，我的时间只能到11点10分。所以我只能讲到128篇的第1节到第3节这样子。但是呢，我想听到现在呢，你知道我们最强调，如果你今天所有都忘记了，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以耶和华为中心来建造你的家庭，让他来帮助你，不论是在儿女的建造、夫妻的建造，甚至你现在是阿公阿嬷的下一代的建造、下一代的建造呢，都是继续以耶和华为中心。每一天好好在你神的面前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让上帝告诉你一些实际行动步骤，你怎么样以耶和华中心来建造家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赏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指教我们知道如何以耶和华为中心来建造家庭。你也警告我们说，我们若不是以耶和华来看顾、来建造，一切所做的都是枉然的。所以我在此要奉耶和华的名，奉神的名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家庭，不论是他们现在已经建立家庭，或是他们未来要建立家庭，他们总是想到要以神为中心，好好的连结于神，并且愿你的福赐福在他们当中，使他们一生都享受建造家庭的喜乐，甚至他们可以多结果子来荣耀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谢谢刘传道的正道。那来背诵今天的金句2遍在诗篇127篇第3节，我们一起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第21篇第3节，再一次。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篇第3节。接下来是回应诗歌，大家请打开心灵粮食选第593首《乐哉家庭》。个人和平。
我们来做一个奉献祷告，请实践同工到台前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切都是由你而来，因为你的赏赐已经是如此的丰富，我们应该努力的给予。求你赐给我们有能力管理金钱，不致缺乏，而且奉献一部分作为教会的事工使用，让我们的福音能够传遍世界各地。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那也唱过一遍之后，再起立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接近，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生命的喜悦。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成为一家好，接下来我们请打开周报第3页，我们做一个教会消息及肢体消息的报告。今天是圣灵降临后的第4主日，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感谢学员传道会刘立群传道前来本堂证道，愿刘传道的服事生活同得神的祝福。那会后在大堂这边还有婚姻家庭工作坊的讲座，已婚以及未婚的弟兄姐妹皆可以参加。
今日为109年父亲节主日，敬祝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参加聚会的父亲长辈，教会将致赠在场出席的父亲一份礼物，请于会后在1楼接待桌签名后领取。为预备以及将开设红本门徒课程，牧师于每周3的晚上7点半到9点，在201教室上新旧约圣经中览课程，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礼拜4的晚上7点半到9点有查经祷告会，查考雅各书第2章14节至26节，欢迎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并为教会各项事工做守望祷告。志福艺人学院将在9月12号到12月5号开办109年秋季班，目前有194人报名，请大家为招生以及开课顺利做代祷。即日起办公室也接受报名。8月29号礼拜6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教会有举办牧职小组长退休会，借由聚会的经验分享、课程的教导，让自己对教会管理运作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第8点，教会将于8月30号预备升旗典礼以及受洗转入礼拜，请为今年毕业升旗的青少年祷告，并邀请愿意加入本会的慕道者或愿转入本会的圣徒报名受洗转入本会。第9点是一个宣导，宗教场所以及大型活动的时候，请佩戴口罩，养成勤洗手、咳嗽礼节的卫生习惯，降低感染的风险，保护自己与他人。在进入教会的时候，参加主日聚会或者是周间的小组聚会、上课，请大家务必佩戴口罩、量体温以及喷酒精清洁手部的规定。再来是肢体消息，请为弟兄姐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影响而祷告。身体不适的有郭若云肠胃感冒、周春和身体、赖瑞美父亲身体、赵连秀母亲身体、黄清良身体、黄生峰父亲、黄金土身体、黄秀梅父亲。吴红淑妃摔伤骨折的恢复，杨之华脊椎后的复原，苏品纯牙齿矫正，孙妈妈、孙淑华师母的母亲，周雄身体的恢复代祷，也为新朋友做代祷，沈云秀、黄英红、陈丽萍、郑美华、郑小芬。牧师也要补充的。好，这是教会报告，那大家请起立。3-1颂。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蔡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也为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所有的父亲都能够享受一个美好的父亲节，让我们在主里面得享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电乐，在电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台前，牧师可以为你们祷告。等一下，如果要上这个工作坊的，可以留步啊。然后我们一样，等一下有成人主日学，请大家就
高成主学教室上课。那工作坊要上工作坊的可以留下来，谢谢。